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屏东恒春係個重要嘅觀光區，唔過幾多年唔知，幾隻嘅咩遊客人咯。北門外嘅中屋老屋係對漳州平和來嘅客人所起嘅有146年歷史嘅，點點人還有竹槍理論嘅。按呢個防疫型人家喺恒春出沒一道錯嘅，唔過認真都市建設，幾隻嘅本人往一被重劃起。為咗完整保留100多年嘅民間生活體內，中屋嘅後台總理車一路走文資法同政府提報登錄文化資產，老屋已經列做歷史建築嘅，唔過無文資身份保護嘅竹槍可能會保唔起到。總理車路在個申請愛同竹槍列入文化景觀，唔過也竹槍被捕嘅範圍有1000多平，山強鬼複雜。總理車按嚟做，其他想開發的土地所有權人都提額到嘅，佢哋認為按嚟侵犯到嘅人嘅權益，也有係一啲文化資產同私人財產，用嚟那唔會偏重強嘅難題。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為着過山燈。行到竹架中，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身體非常的健康健壯。恒春政府後台建總會車表彰幾間老主管地府個定定人嘅素材，種族個類幫義，用行同卡類表態，為了幫援助參建幹留下類嘅訴求，才引起其他提出公案。根據文資法第34條。來進行審理。我不同意。我們剛剛沒有去影響到你們哦。你是沒有權利的人，你憑什麼？警察呢？憑什麼？警察呢？警察就是。你愛阮的動議嘛？你愛讓阮大家攏，甲阮就通知阮來縣政府講，你要同意無？攏總無，阮這是大家的，唔是伊個人、因爸爸、因阿公、因上的。今天啊，是因為我們土地被張偉琪侵佔了，所以說我們經過鑑界之後啊，在我們的土地要整地的時候，這個張偉琪啊百般阻撓，不讓我們整理。重點的這竹塹內底有131坪是私人的土地，是別人的土地，不是他們的土地。他硬要把這個土地化作這個景觀的。喺恒春北門外嘅政府老府，有140人嘅研究嚟，政府已係對漳州平和理解，佢到提留台嘅老主管對恒春投稿辦到兩位，佢哋兩間老府，為到嘅風風菜老山府，不過唔單搶毛布站，還殺嘅你兩個紅路。居民們都會害怕屋頂被掀掉，他就把傳統建築外圍的這個點啊卡砌起來，變成第2道牆，中間就變成一個通道，叫做航樓。我爸爸小時候，他說不管是颳風下雨還是颱風，他們就在航樓裡面跑跑跳跳的，不管到誰的家都可以去玩，不用怕外面再下雨。副歌疫情環境氣候來起，台南新台改變，小張副歌用嘅材料韓國工法有冇強弱？這個地方呢，就是用清朝時候的磚，但是呢，到了日本時代呢，它為了要修復，它就必須使用日本時代的標準磚，機械做出來的。它的美觀上呢，就比不上這種手工磚的精緻。順利灣內灣依個細路個全國重大，老夫處理啲唔係按好簽到嘅素材，東南上上嘅既然處理公共太君很純正紅，上早為到嘅風雲因簽了，政府嘅老主管處理副個定人嘅素材仲難做。以前的漢人為了防禦，他就會做群聚，但是這一間房子它是單獨的一戶，獨門獨戶，外圍有竹塹做防禦性的民宅，內部有自己的生活機能，所以它可以確保當它的房子被敵人包圍的時候，它裡面可以支撐，可以防禦。竹牆地度有副個雖然水漲，生活冇問題，唔是日新老背。在恆春來講，大概是一個村莊50至100戶人會有一口井，大家共用，所以那個井通常會比較大，比這個大。
那但是在我们家，因为有一个防御型的体系，它必须确保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它里面有水源，所以它单门独户就有自己的一口井。风采上个话题，江水就是温温，不过水江都近很重的。上周点菜细心了到，就请安置时机。主参地都呈现嘅係上周很春應嘅身份聚會。不過水台改變，也很春當限的看到嘅風雨顯現家，也受到土地開發嘅威脅。103年的12月30號那一天早上，土地開發商帶了大概10個人來這個地方叫茶姑。其實我們也搞不懂什麼叫茶姑啦，什麼叫從化都搞不懂，什麼叫土地開發我們也不懂。但是他們就說要拆，我們就嚇到了，而且是突然的。首里總會在趕家去老偏度人政府，提報為老老夫嘅韓國主場列業文化資產，一直到去年6月，人政府就老老夫列業歷史建築，也係推翻挑戰嘅登錄歷史建築嘅很全部。不過主場政府唔係煙草建築，並冇本人列業。這個縣的範圍都是恆春僑永自辦市地重劃的範圍內啊，所以在這個區域裡面呢，就是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反正它1.62公頃，只要取得過半的人數跟面積，那它就可以啟動重劃，它就可以拆你的家，拆你的房子。主厝旁邊的這個竹鎮，當初也是跟主厝一起蓋的。如果說從這邊劃過去的話，那我們這個主厝就不完整，所以我們現在極力保護這個竹站，還有這個古厝能夠完整。收集幾條老資料補足過後，再過去提報，希望老主場列做文化景觀。那我們盡量能夠讓大家知道說，這個如果古蹟保存下來，對後代子孫是世世代代，那麼這是祖先的一個祖業，也是我們的祖產，也是我們的精神所在。它不只是為了防禦。它還可以提供食材，可以作為土地交界的界標。那它同時還可以作為建材。在清朝的時候，有一些法令限制，它不能用所謂的一個土牆。好，因為最主要是因為清朝政府它要控制所謂它怕這個內亂，所以在台灣的一個城牆的再早期的一個防禦性的一個這樣子的東西，它必須用竹子。那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以前的彰化城，以前的台南城。那或是以前的苗栗縣城，你可以看到，他這邊他都告訴你要先直擊這件事情。主場接雙足假片，唔但強風吹得反應豐富，還做得調節採體嘅氣候。就是一個落山風，一個是颱風，一個是焚風。那像這種聚落裡面，它其實生活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哈。我們講的說要在裡面耕種，要在裡面這樣子生活。所以我剛才在竹籤下面放了一次溫度計哈，你可以看到大概是29度左右。所以即使外面天氣這麼熱，你可以看到在這邊，我昨天晚上在這邊其實也可以不用吹冷氣的這樣子的一個達到所謂綠建築的作用。那恆春原本有4座竹城，恆春人叫德城啦。但這個竹城呢，因為日本人來了，他不希望你有防禦的能力，他要求把這個竹城拆掉。所以呢，後面的德啊變成恁外口咧看的德位啊，薄薄一條。其實他沒有防禦。睇嚟水台改變，主場為建中高，不過總會參建會也都係歷史價值部分。新竹的古地名就叫做竹塹，高雄的古地名叫塔靠，它也是原住民竹塹的意思。我們需要從它的歷史脈絡去看，並不是因為它現在沒有了以赤竹為主的竹塹牆體，它就不再存在防禦的價值。這也是文化景觀中變動的一部分。那他今天提報的叫文化景觀，就是人與自然的互動。好，文化景觀你可以看到，我們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剛才強調為什麼要蓋竹子，是因為風的關係，所以人跟自然我要在這個地方生活，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符合了所有文化景觀這樣子的一個法條的一個規定。好，不過土地產權當複雜，就該提出少牽制會受到損害，反對列入文化景觀。文化景觀是講啊好看歹看問題呢，沒有實質的價值。至於所謂防禦型竹塹，我甲大家報告啦，啊無這個代誌啦。真正的防禦型的時候，你應該4口人都攏圍起來，你敢圍這邊當做防禦型嗎？一邊都沒有防禦嗎？我不害怕任何的困難，因為我知道我的根在哪裡。你可以表達你的主張，我完全的尊重。但是我爭取的是政府跟社會的認同。當我們要做所謂一個區域的重劃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我們一定要做所謂的文化資產調查。那看來是應該是沒有做。那第二件事情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屏東文化處裡面所謂一個怠惰。那以文資法來講哈，就是說我們在做文化資產指定登錄的時候是要尊重所有權人，所以我們今天的現刊，包括我們之後的一些
审议的动作的话，我们都会让所有权人做了解。政府老夫已经不愿列做历史建筑，不过注册减少保存的价值系。你怎么去告诉人家说，那在清朝的时候他们这样生活，但是他可以生活的赖以生活的东西，你却把它给拆掉，只留在这个古厝。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保留的古迹，却没有保留文化，没有保留历史。传统建筑里面经常只指定建筑本体，而不指定其他周遭范围，所以它的一个脉络它就被破坏掉了。鏡頭呢度建築，主要被關心用嘅磁鐵橋係北部、峨眉、寶山、橋通嘅信仰中心。民國70年，本年就建造三級古蹟。特別因為老祖先在1870年、142年前起了個廟嘅，起到了個廟是喺個鋪了隻石板路，但是因為係老祖先從北部浪產，一隻慢慢用牛車來過嚟邊度落去。現場嚟看。不過石板路並冇本年就建造古蹟，還算係頭度用地。就北控10年，苗方發現石板路可能會被向公所拆拆，趕急去攞新竹人本法橋，宣稱為攞佢列作古蹟。經過10年為咗為10年過後，石板路本年列入古蹟。理由係石板路落磁鐵橋關係凍結，仍歸為恢復佢嘅樹高健康，咁樣古蹟規嘅容額就做得保存下來。記得係老磁鐵橋係一體嘅，呢隻古蹟冇停講，是單牆古蹟亭，佢把做鬧嘅咧超冇對咧咧，實際老係老嘅祖廟嘅古蹟本體係連貫嘅。張家祖先在上，張家子孫長為持，每一個人攏會當圓滿，把這件代志化解，咱古厝會當去保存落來，去過後一個100年，讓咱祖先佇遮安居樂業，祈求。少了這部分，歷史從冇法度完整重現，恆春政府嘅注冊就文字價值冇，還會對文字為然一段。是係文化資產為保護，是因催生一總的錢財老人搶走，乃該還重讓呢？所以屏東縣政府應該出來啊，告訴他們說，好，如果你覺得它不是有價值的東西，你覺得它是一種損失，那文資法或者是政府有什麼政策工具可以幫助你去彌補你的損失？那你只是丟了一句有產權的爭議，那怎麼辦？你不管了嗎？那文化資產保存是誰的責任？在一個文化本位來講，文資法優於都市計劃法，這個我想屏東文化處應該自己要很清楚一件事情，站在文化資產保存的角度去跟都市計劃做配合。文資法是特別法，但是財產權的一個憲法的位階，相對應該是比文資法還要高，所以應該去考慮到整體上的一個權衡的比重關係。以文資法來講，它其實是不需要所有權人同意，因為文資的價值如果足夠的話，相對的它可能是屬於一個公共財，那這個部分會凌駕在所有權人的所有權上。那如果所有權人他覺得他的權益有受損，也可以依文資法的規定去做一些行政救濟的一個主張。那今天有人分配到那塊地，那我們希望他提供出來給公部門使用，或回歸全民使用，那政府就補給他多少就好了。比如說，我們可以透過建築的手段，然後讓所有的法定空地都集中在這裡。那這樣子的話，建商也沒有損失，但是這一個竹塹也能夠完整保留下來。客家老祖公的恆春嘅虧欠歷史，第二會完全展現出來，係講做嘅老記留下來，嘅運用嘅個不應看到幾個價錢呢？我覺得它可以納入恆春古城的古蹟保存計劃當中，作為一個歷史教育場域，它可以去還原在恆春古城之前的恆春人的歷史。那在恆春只有這個地方可以找得到這麼完整的生活體系，雖然它的古厝小小的，可是它應有的東西都有。每一個地方應該係一個多元嘅文化，包括佢嘅歷史啦、佢嘅生活啦。咁而張家呢個古蹟其實代表咗100幾年嘅歷史。咁我好想作為一個香港人嚟旅遊嘅時候，我去睇一睇呢度嘅文化咯。
当我们指定了所谓这个文化资产以后，不是只有把它指定下来就好，它还要配合所谓的官船，配合所谓的都发，这样子才能达到所谓的一个这样保存，良好的一个保存这样子，也可以带动观光这样。8月頭，全面會展挑住擺起勘測，逐漸兩下已經係參天文化景觀，第10天之前，受助嘅充分開發都會參天。盤體公堂會過後，按上9月是為個為期行分子10面會展會，累結天逐漸為了也為了。